听说你家儿子是个大网红，一场直播赚大几万呢！可拉倒，两个扮丑丢死人！那是你得管管。哥们儿，听说你1个月就能赚1套房啊？那必须的呀！明年我就提个库里南。真壮！你说啥？没。娟儿，我听我儿子说，你家那个每天在家装神弄鬼的，可不是嘛，天天喊这个哥那个姐的。哎，说不定是中邪了，你可得留点心儿。妈，今天有点不得劲儿，好像感冒了。来，吃药，吃完去睡一觉。这他妈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里是市精神病院。谁说我有病的？快放我出去！妈，你在哪儿？别叫了，就是你妈送你来的。努力了一辈子，我爸努力了半辈子，都说人穷不过3代，我这辈子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要不是生我所迫，谁愿意扮一个傻逼呢？对吧？